咁第三 part 咧，我哋仲可以從兄弟宮睇到你具體嘅流財嘅情況喎。咁大概點樣睇咧？跟住佢其實分兩 part 嘅。咁因為佢可以睇到你賺嘅錢究竟儲唔儲到，同埋你賺嘅錢係會用邊種形式去使咗佢。咁先講，即係比如話你嘅兄弟宮有地劫地空啦，咁就肯定就賺完最尾都係冇噶啦，因為地劫地空即係證明最尾呢樣嘢就係冇咗，但你賺嘅錢都係冇咗噶啦。咁如果有六全星咧，即係證明你賺嘅錢係可以代代平安，即係你我賺嘅錢有六全星，我就可以存翻喺度，咁存翻我屋企，咁我就可以攞嚟做乜都得啦，或者投資理財等等啦。咁如果你嘅兄弟宮有火星咧，即係證明你賺嘅錢可能突然之間就會使咗佢，即係你可能突然之間有一段嘢，有一樣嘢好中意，咁你就突然之間就用咗佢。比如話我想買部新嘅電視機，想買個新嘅 Swatch 嗰種，突然之間就會使咗佢啦。咁仲有一種，如果你嘅兄弟宮座嘅係貪狼星咧，咁就有可能係會買咗啲好靚嘅嘢啦，即係話，比如貪靚啊，女仔嘅話就會我會買個我有個好中意嘅手袋，好靚啊，我好中意啊，咁就我賺嘅錢就會去買手袋啊，買化妝品啊，去整指甲啊，呢啲貪靚嘅嘢整咗佢。咁如果兄弟宮有啲規劃性比較好嘅星星咧，就係相對比較好嘅，比如話天府星啦，即係佢係一個財富嘅星嚟嘅，咁佢相當於講就話可以有可能會買理財啦，同埋量入為出啦，比較追求性價比啦，買嘢嘅時候會貨比三家等等啦。跟住相對嚟講比較好啦，同埋天上星之前都係講得比較好，因為佢使錢嘅時候比較有規劃，有自己嘅原則嘅，就唔會超過呢個範圍咯。咁